講到香港同澳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嘅賭王家族，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肯定係幾房太太之間嗰啲好似宮心計一樣嘅爭產風波。但係當所有人嘅目光都擺喺大房嘅凋零、二房嘅掌權、三房嘅低調同埋四房嘅高調上面嗰陣，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一個極之傳奇嘅人物。呢個女人無正式嘅名分，無生兒育女，甚至喺賭王人生最後嗰10幾年裏面，佢好似流星咁閃現咗一下，然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但係如果我哋將賭王身邊出現過嘅女人全部放埋一齊去比較，計一計條數，你會發現呢位傳聞中嘅五太，先至係成場豪門遊戲裏面最聰明、最通透，亦都係最大嘅贏家。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呢個豪門秘辛，睇下呢位五太到底係點樣可以喺刀光劍影嘅豪門鬥爭之中全身而退，仲帶走咗普通人幾世都賺唔到嘅財富，去過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要講清楚呢位五太有幾犀利，我哋首先一定要由賭王嘅四房太太講起，因為無前面呢4位太太鋪墊出嚟嘅嗰種令人窒息嘅豪門生態，你就唔會明白五太嘅抽身退步到底有幾咁難能可貴。時光倒流返去1942年，嗰一年啱啱去到澳門，口袋裏面得嗰10蚊雞嘅後生仔何鴻燊，迎娶咗當時澳門嘅第一美人，亦即係出身於葡萄牙顯赫家族嘅原配夫人黎婉華。呢段婚姻喺當時嚟講，絕對係男才女貌，而且對賭王日後嘅事業起步有住決定性嘅幫助。黎婉華屋企喺澳門有權有勢，幫咗賭王打通咗好多人脈，甚至連賭王人生第一桶金都同原配家族嘅支持分唔開。嗰段時間，佢哋真係有過一段非常恩愛嘅日子，生咗大女超英同大仔游光，一家人樂也融融。但係自從1957年開始，大房嘅命運就跌入咗一個無底深淵。嗰一年，黎婉華突然染上咗怪病，結腸炎引起咗好多併發症，令到原本風華絕代嘅佢瘦到得返幾十磅，要長期臥床，甚至要切除胃部，只能夠食流質食物。面對住病榻上嘅結髮妻子，當時事業啱啱起飛、正值壯年嘅賭王引用咗大清律例，話自己家大業大，需要一位女人操持家務，亦都需要人陪伴應酬。於是喺同年迎娶咗年僅14歲嘅二太藍瓊英。呢個決定對於一直信奉天主教、堅持一夫一妻制嘅黎婉華嚟講，無疑係一個巨大嘅打擊。大房嘅悲劇仲未完。1973年，黎婉華喺葡萄牙遇上嚴重車禍，腦部受創，昏迷咗整整1個月。醒返之後失去咗大部分記憶，行動都變得非常之唔方便。而最致命嘅一擊發生喺1981年，大房唯一嘅男丁，亦即係一直被視為賭王接班人嘅何猷光，同佢太太喺葡萄牙亦都遇上致命車禍，雙雙身亡。呢個消息徹底擊垮咗大房。大女何超英因為細佬嘅死同埋婚姻失敗，精神出現嚴重問題，由一個原本走喺潮流尖端嘅名媛，變成一個行為怪異、四圍流浪嘅可憐人。最終，黎婉華喺2004年帶住無盡嘅遺憾同傷痛離開人世。大房一脈喺成個賭王家族嘅版圖裏面徹底被邊緣化，連爭產嘅資格同埋精力都冇。講完大房嘅悲涼，我哋睇下二房。二太藍瓊英絕對係一個狠角色。佢喺1957年入門，當時佢仲好後生，但係已經展現出非凡嘅交際手腕同埋野心。喺大房病重嗰幾十年裏面，二太一直係賭王身邊最得力嘅助手，陪住佢出席大大小小嘅社交場合，被外界譽為母后，同賭王呢個母弟可以話係天作之合。更重要嘅係，二太非常之識得為自己同埋仔女鋪路。佢生咗4女1子，其中超瓊、超鳳、游龍全部都係獨當一面嘅商界猛人。二太好早就意識到喺豪門裏面，美貌同寵愛都係虛幻嘅，只有將實權同埋資產揸喺手，先至係最實際。所以
佢對仔女嘅教育極之嚴格，將佢哋培養成賭王事業上無可替代嘅幫手。大家睇下今時今日嘅賭王家族版圖，信德集團、澳博、新濠呢啲最核心、最賺錢嘅業務，幾乎全部都由二房嘅仔女把持住。但係二太嘅一生係咪真係過得好開心呢？佢成世人都在戰鬥，由最初同大房爭奪正統地位，到後來又要防範三太、四太嘅得寵，尤其係晚年，為咗幫仔女保住家產，佢要喺幕後運籌帷幄，同四太鬥智鬥力。呢種一世都要保持警惕，一世都要算計嘅生活，其實係非常之攰嘅。佢得到咗權力同財富，但係失去咗普通人嗰種安穩同埋平靜。跟住落嚟就係三太陳婉珍嘅出場。三太嘅上位史其實好有戲劇性。佢原本只係大太黎婉華嘅私人看護，有傳聞話大太當時知道自己已經無能力綁住老公個心，又眼見二太嘅勢力越嚟越大，於是索性將自己身邊信得過嘅看護陳婉珍推介俾賭王，希望可以藉此牽制住二太。喺1985年，賭王正式以陳婉珍嘅名義買咗幾層樓，正式確認咗佢三太嘅身份。三太陳婉珍嘅性格可以話係四房之中最為低調隱忍嘅一個。佢好清楚自己嘅出身唔及大房尊貴，手段同背景又唔及二房強硬，所以佢採取嘅策略就係不爭之爭。佢平時好少喺公開場合出風頭，多數時間都係留喺屋企相夫教子，對住賭王百依百順，對住其他幾房亦都盡量保持和氣。但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三太真係與世無爭嘅小白兔，喺豪門裏面生存到落嚟，仲要分到一大筆家產嘅，絕對無一個係省油的燈。三太嘅高明之處在於佢識得睇眉頭眼額，識得喺適當嘅時候企啱位。喺後來震驚全香港嘅爭產風波裏面，原本一向低調嘅三太竟然同二房聯手，成功爭取到唔少核心資產。呢一點足以證明三太嘅隱忍其實係一種非常之高明嘅生存智慧。不過三太成世人都要夾喺強勢嘅二房同四房之間，做人處事都要步步為營，永遠都要睇人面色。呢種日子講真都唔係咁易捱。最後就係大家最熟悉亦都係最高調嘅四太梁安琪。1986年喺一個私人舞會上面，當時已經65歲嘅賭王遇上咗後生有活力、舞技出眾嘅廣州女仔梁安琪，一舞傾情，從此改變咗梁安琪嘅一生。四太嘅性格同三太完全相反，佢野心勃勃，性格剛烈，直言不諱，而且極度渴望成功。四太入門之後，曾經要求賭王承諾，佢會係賭王人生最後一個女人，而賭王當時的確係對佢寵愛有加。但係四太並無好似一般豪門闊太咁，淨係識得買名牌、飲下午茶。佢好清楚，以賭王嘅年紀，自己如果要喺呢個家族立足，就必須要建立自己嘅商業帝國。於是佢由跟住賭王學做生意開始，一步一步咁擴展自己嘅投資版圖，涉足房地產、飲食、娛樂等多個範疇，甚至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成為澳門立法會議員。四太嘅戰鬥力極強，佢經常同二房喺生意上，甚至係媒體面前針鋒相對。佢要為自己同埋5個仔女爭取最大嘅利益。四太嘅一生就好似一個永遠停唔落嚟嘅摩打，不斷咁打拼，不斷咁爭奪。佢的確得到咗巨大嘅財富同埋社會地位，但係佢嘅神經永遠都係緊繃嘅，因為佢知道喺呢個家族裏面，只要你一鬆懈，就會被人吞噬。好啦，花咗咁多篇幅講完大房到四房嘅故事，大家應該已經對賭王家族嗰種表面風光，內裏暗流洶湧嘅生態有一個好深刻嘅了解。喺呢個有如同牆鐵壁、勢力已經被瓜分得七七八八嘅後宮裏面，仲可以點樣容納到第5個女人？呢位傳聞中嘅五太到底係何方神聖？佢又係點樣喺四太嘅眼皮底下奇蹟咁崛起，
然後又奇蹟咁全身而退呢？時間嚟到2007年，當時嘅賭王已經係一位86歲嘅老人家。就算年輕嗰陣幾咁意氣風發、風流倜儻，去到呢個年紀，身體機能無可避免咁會出現各種各樣嘅毛病。有一次，賭王因為便秘問題嚴重，需要入院做手術。喺呢段住院休養嘅期間，佢需要非常之專業同埋貼身嘅照顧。呢個時候，歷史竟然驚人地重演。當年大太將自己嘅看護陳婉珍介紹俾賭王，結果陳婉珍變咗三太。而今次三太陳婉珍因為見到賭王病重，需要人全天候照顧，於是就安排咗自己身邊一位非常信任嘅私人看護，去到醫院貼身照顧賭王。呢位看護就係我哋今日嘅主角鄭詠詩，大家通常叫佢 Candy。Candy 當時大約30歲出頭，生得唔算係嗰種傾國傾城嘅大美人，身材嬌小，皮膚有啲黑，但係勝在笑容甜美，性格溫柔細心，而且照顧病人非常有經驗。更重要嘅係，佢當時係有一個感情非常穩定嘅男朋友，甚至有傳佢哋已經去到談婚論嫁嘅階段。喺三太嘅心目中，安排一個已經有穩定男友，相貌又唔算特別出眾嘅看護去照顧賭王，應該係最安全嘅做法。一嚟可以確保賭王得到最好嘅照顧，二嚟又可以喺賭王身邊安插一個自己嘅人，隨時掌握賭王嘅身體狀況。三嚟，佢覺得 Candy 絕對唔會構成任何威脅。但係世事往往就係咁出人意表，三太千算萬算，偏偏計漏咗一點。對於一個80幾歲，啱啱做完手術，身體虛弱嘅老人家嚟講，最需要嘅唔係後生女嘅美貌，而係無微不至嘅關懷同埋陪伴。Candy 喺醫院照顧賭王期間，展現出極大嘅耐性同埋專業。佢幫賭王抹身、餵食、陪佢傾偈，甚至喺賭王發脾氣嗰陣，佢都可以好溫柔咁安撫佢。對於當時身邊圍繞住嘅都係為咗利益同財產爭論不休嘅仔女同太太嘅賭王嚟講，Candy 嘅出現就好似一股清泉，令佢感受到久違咗嘅平靜同埋純粹嘅關心。慢慢地，賭王對 Candy 產生咗依賴，甚至係感情。呢種感情未必係後生仔嗰種轟轟烈烈嘅愛情，而係一種長者對晚輩嘅憐愛，又或者係一個病人對照顧者嘅依戀。總之，賭王開始對 Candy 出手非常之闊綽。短短幾個月之間，香港嘅狗仔隊就發現咗一個驚人嘅變化。原本只係一個普通打工仔，着開平價衫嘅 Candy，突然之間全身都換上咗頂級嘅名牌 Hermes 嘅手袋、Chanel 嘅套裝、卡地亞嘅珠寶，出入仲有司機接送。有傳媒影到賭王出院之後，Candy 依然陪喺賭王身邊，甚至仲着住名牌同賭王一齊出席活動，態度親昵。更誇張嘅係，賭王為咗博紅顏一笑，竟然喺短短1年之內，豪宅超過1億港紙，買咗多個豪宅物業送俾 Candy， 當中包括咗淺水灣嘅獨立屋、跑馬地嘅高尚住宅等等。一個月薪可能得幾萬蚊嘅看護，突然之間變成咗身家過億嘅富婆。呢個消息一出，成個香港嘅社交圈子都為之震驚，傳媒開始瘋狂咁追訪佢，甚至幫佢冠上咗五太嘅稱號。呢個時候反應最大嘅，當然係四太梁安琪。大家記唔記得四太當年入門嗰陣，賭王曾經公開承諾過，四太會係佢人生最後一個女人。四太一直都將呢句說話視為自己喺家族裏面嘅免死金牌同埋特權。依家突然之間爆出一個五太，仲要係一個原本唔起眼嘅看護，而且賭王對佢嘅寵愛程度，甚至有超越當年四太嘅勢頭。呢叫一直心高氣傲嘅四太點樣吞得落呢口氣？據當時嘅傳媒報道，四太知道咗 Candy 嘅存在之後，大發雷霆。佢覺得自己嘅地位受到咗嚴重嘅威脅，更覺得賭王違背咗當初嘅承諾。豪門嘅後宮大火一觸即發，四太採取咗非常強硬嘅行動。有傳聞話，四太曾經直接殺上門，要求賭王即刻辭退 Candy。
甚至有報道繪聲繪影咁形容，四太曾經同 Candy 發生過激烈嘅口角。四太向賭王施加咗極大嘅壓力，佢用盡各種方法，甚至動用咗自己喺家族入面嘅影響力，要求必須要將 Candy 趕走。面對住強勢嘅四太，一向最怕後宮起火嘅賭王，雖然心中有萬般不捨，但係為咗息事寧人，為咗家族嘅和諧，最終都係妥協咗。大約喺2008年下半年， Candy 被正式解僱，離開咗賭王嘅身邊。如果故仔去到呢度就完，大家可能只會覺得呢個又係一個麻雀變鳳凰失敗，被正宮娘娘趕走嘅老套戲碼。但係真正令 Candy 成為傳奇，令我覺得佢先至係最大贏家嘅部分，依家先至啱啱開始。一般人如果俾人從咁高嘅位置踢走，失去咗賭王呢座大靠山，可能會有兩種反應：一係心有不甘，四圍同傳媒爆料，企圖搞大件事嚟勒索一筆分手費；二係死纏爛打，希望可以感動賭王，等自己有機會翻身。但係 Candy 完全冇咁做，佢嘅表現冷靜同通透到令人難以置信。佢冇對外講過一句賭王家族嘅壞話，冇接受過任何傳媒嘅專訪去哭訴自己嘅委屈，更加冇試過死纏爛打。佢就好似一陣風咁，靜靜地離開咗賭王嘅視線，離開咗嗰個充滿是非嘅豪門圈子。點解話佢通透？大家試諗下，當時 Candy 手上已經揸住咗賭王送俾佢總值過億嘅物業同現金，對於一個普通出身嘅女仔嚟講，呢筆財富只要佢唔去亂咁投資，唔去豪賭，已經足夠佢舒舒服服無憂無慮咁過幾世。佢好清楚，如果佢選擇留低繼續同四太鬥，佢未必鬥得贏。四太喺商界同家族裏面根深蒂固，有手段，有財力，仲有仔女做後盾。Candy 孤身一人，除咗賭王嗰份隨時可能會變嘅寵愛之外，一無所有。更重要嘅係，就算佢真係鬥贏咗，正式做咗五太，咁又點呢？當時賭王已經80幾歲，隨時都會百年歸老。一旦賭王唔喺度，佢就要獨自面對2、3、4房嗰班虎狼之輩嘅圍剿。到時爭產嘅大戰一爆發，佢呢個無名無份又無仔女嘅五太，分分鐘會被撕到連渣都冇得剩，甚至可能連之前得到嘅嘢都要嘔返出嚟。歷史證明咗 Candy 嘅決定係幾咁明智。2009年，亦即係 Candy 離開咗無奈之後，賭王喺四太屋企跌親，撞傷頭部，情況非常危殆，要入院做開腦手術。自此之後，賭王嘅身體狀況直線下降，再冇辦法好似以前咁親自處理家族同公司嘅事務。緊接落嚟嘅就係震驚全球嘅2010年至2011年何鴻燊家族爭產風暴。嗰場仗打得幾咁難睇，幾咁慘烈，相信有留意新聞嘅人都仲有印象。2房、3房聯手對抗4房，賭王甚至一度要拍片，要入稟法院控告自己嘅仔女。原本一家人為咗錢，喺全香港市民面前撕破臉皮，將豪門最醜陋、最無情嘅一面展露無遺。嗰段時間，幾房太太同埋啲仔女，日日都要見律師，日日都要應付傳媒嘅長槍短炮，精神壓力大到極點。佢哋雖然住喺皇宮一樣嘅大屋，但係每一日都過得提心吊膽，防緊身邊嘅親人好似防賊咁。呢種生活，就算有金山銀山，又有咩樂趣可言呢？而同一時間，我哋嘅五太 Candy 喺度做緊咩呢？佢帶住嗰過億嘅資產，安安靜靜咁退返去佢原本嘅生活軌跡。最令人驚訝，亦都係最令人佩服嘅係，佢竟然同返原本嗰個男朋友蘇生復合，而且仲結埋婚。有傳媒影到結婚之後嘅 Candy， 無再好似以前跟住賭王嗰陣咁，全身名牌，珠光寶氣。佢剪短咗頭髮，打扮得非常樸素，就同街邊普通嘅師奶冇咩分別。佢同老公一齊去平民化嘅茶餐廳食飯，去超市買餸，過住最平淡、最真實嘅婚姻生活。但係你千祈唔好以為佢真係變返個普通師奶，
佢手上揸住嗰幾層豪宅，每年淨係收租都已經係一個天文數字。佢係真正實現咗財務自由，而且係無任何負擔、無任何手尾嘅財務自由。我哋試下將 Candy 同另外幾位太太做個對比，就會更加明白點解我話佢先至係最大贏家。大太黎婉華雖然有正宮嘅名分，但係半生受盡病痛折磨，眼白白睇住老公迎娶一個又一個女人，晚年仲要承受喪子之痛，最終抱憾而終。佢嘅人生絕對係一個悲劇。二太藍瓊英雖然大權在握，仔女成才，但係佢成世人都要喺爭鬥之中度過，由後生爭寵到老咗爭產，佢嘅精神永遠都處於備戰狀態。佢贏咗財富，但輸咗平靜。三太陳婉珍雖然可以分到身家，但係佢大半生都要過住仰人鼻息、夾縫中求生存嘅日子。佢嘅低調同隱忍，背後其實充滿咗無奈同埋委屈。四太梁安琪，佢無疑係四房之中最耀眼、最成功嘅一位女強人。佢建立咗自己嘅商業帝國，掌握咗龐大嘅財富同權力，但係佢所付出嘅代價亦都係巨大嘅。佢要永遠保持強勢，永遠不能夠示弱。佢嘅生活充滿咗計算同埋博弈。佢未必係唔開心，但佢嘅人生絕對係極之勞碌。而 Candy 呢，佢無大太嘅悲慘命運，無二太嘅一生勞碌，無三太嘅委屈求全，亦無四太嘅無盡爭鬥。佢只係用咗短短一兩年嘅時間，付出咗專業嘅照顧同埋陪伴，就換取咗普通人努力幾十世都賺唔到嘅財富。最難得嘅係，佢喺金錢同權力嘅誘惑面前，保持咗極度嘅清醒。佢無被五太呢個虛榮嘅光環沖昏頭腦，佢好清楚知道自己嘅斤兩，知道咩嘢係自己食得起，咩嘢係自己碰唔得。佢明白見好就收呢四個字嘅真正含義。喺豪門嘅賭局裏面，好多人都想做莊家，想贏盡天下所有嘅錢。四房太太同埋佢哋嘅仔女，就係一直喺賭台上面唔肯走嘅玩家。佢哋雖然贏得好多，但係同時亦都承受住巨大嘅風險同壓力，甚至要押上自己嘅親情同人生。而 Candy 就好似一個入咗賭場，玩咗兩手，贏咗一大筆錢，然後就果斷兌換籌碼，轉身離開賭場嘅聰明人。佢知道如果繼續賭落去，隨時會連本帶利輸清光。佢攞住贏返嚟嘅錢，去外面嘅世界過自己真正想要嘅生活，同自己真正愛嘅人喺一齊。呢種大智慧真係唔到你唔服。佢睇透咗豪門嘅虛幻，睇透咗金錢嘅本質。錢賺到夠用，夠自己過得舒服就得啦。為咗嗰啲帶唔落棺材嘅數字，去同人鬥生鬥死，搞到自己家無寧日，又有咩為呢？其實 Candy 嘅故事對我哋每一個普通人嚟講，都有好深嘅啟發意義。喺現實生活裏面，我哋好多時都會面臨各種各樣嘅誘惑，又或者會身處喺一啲充滿競爭同鬥爭嘅環境之中。無論係職場上嘅辦公室政治，定係生意場上嘅利益衝突，我哋好多時都會為咗爭取更多嘅利益、更高嘅地位，而令到自己身心疲憊。有時候，我哋會唔會好似嗰幾位豪門太太咁，為咗爭一口氣，為咗一個虛名，而將自己綁死喺一個充滿戾氣嘅戰場上面呢？我哋會唔會因為太過執着於追求更多，而忽略咗身邊最簡單、最純粹嘅幸福呢？ Candy 嘅選擇話俾我哋知，有時候退一步，海闊天空，認清自己真正需要啲乜嘢，知道咩時候應該抽身而退，先至係人生最高級嘅智慧。一個女仔，無家世背景，無傾國傾城嘅美貌，淨係靠住幾分細心同埋極高嘅情商，喺短短時間內實現咗階級嘅跨越。然後喺所有人都以為佢會捲入嗰場世紀爭產大戰嗰陣，佢輕輕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淨係帶走咗過億嘅財富，返去同初戀男友結婚，過上咗神仙眷侶般嘅隱形富豪生活。呢個故事如果寫成小說或者拍成電影，
可能大家都覺得太過誇張，太唔真實，但係佢偏偏就係發生喺現實生活之中。大家睇完呢個傳聞中伍太嘅故事，唔知有咩感想呢？你覺得佢係運氣好，定係真係心思細密、絕頂聰明？如果你係佢，面對住賭王嘅寵愛同埋過億嘅財富，你又會唔會好似佢咁，捨得放棄做豪門闊太嘅機會，選擇抽身而退呢？歡迎點讚關注我，我哋下期唔見唔散。